阿塔拉斯二耶，同埋二耶都係二耶啫。二耶二耶。哈，你唔會覺得頭先嗰段可唔可以 clip 出嚟？嗱，以你專業嘅眼光，如果我 clip 頭先嗰段出嚟 ，view 數 O 唔 OK 啊？你覺得值唔值得 clip 啊？頭先嗰段可以要落 Jam 大頭，我會唔會俾 Jam 告㗎？如果我落 Jam 大頭，會唔會俾 Jam 告㗎？新觀眾見到雲仔會覺得係搞笑角色。咁嗱，你哋呢班舊觀眾覺得雲仔係乜嘢角色啊？好似冇行過搞笑角色以外嘅路線係嘛？係咯，舊觀眾見到覺得係搞笑角色。我仲以為我喺你哋心目中有啲咩特別嘅角色添。並沒有。